无？通讲卡洞体内下迄个只太怪树，台湾日本人有兴去卡达，卡达平常迄摕黄金的地下水母，是由摕风采天的时间，才会摘出来食东西。卡达比迄个太，来去马给路西。有啊，爱人通讲，卡达最好是撒饭的。古时人会变啊摕黄金的地图，等到撒饭开的时间，就摘出来，全部死呛呛，嘿嘿嘿。咦，你哋特色啦！上一啲卡達全部喺台上面，我嗌咗錯嘅，坐低下。因为卡塔嘛嘅东西，连体内都不能吸黑的，古时也变长尾体质憨憨。你看，也变按照天线盾加石头，一定系以前应用来对付卡塔的。卡塔已经2年没出现了，伊系19没出现，就表示热度期，就唔但成为是18年的屯体内，连经过一年叫的屯茶的负面茶这位都会本伊屯落去。妈，唔知家中体内下有一只太怪树无？系嘛个东西啊？就是伊天神下含的太怪树卡达，有听过无？系唔知咧。爸，你做乜嘅啊？修理储水莫打。我那是木瓜打木瓜烤豆的。好。用嚟啦。阮的排水管啊，塞倒的，来上要用储水莫打来储，有嗰陣快嘅。安尼哦，唔要紧啦，咩係要啲退數嘅哦。已經快3代嘅，上擺台風來，厝一個台風來又快一代，喝睇水又快一代，一天3代咯。按鬆落緊咯。而家阮的水啲按過，唔儲了嘛。因為一潑睇水來，一棟嘅啲話水橋誒都做拍工嘅。那安樣去處理呢？打電話來問隔壁嘅阿叔嗰度。哦，冇嘅事情啦，安尼啦，可能嘅防騙喎，想主張一下啦。哦，還唔是空白的啦，好啦，等緊你勞困啦，好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好好。大娘娘，爸爸你处理事情，你出去老老的啊，做来做么事啊？去有事。生意哦，唔是10万多。路偏远，冇丰富的，爸爸去做你的工作，刚才人看用得晒。
那係老鳥，咪半條架，阮熱睇叔叔結咗嚟好冇？给房间主做呢哈。啊？哦，我你讲啦，我困难，我啦唔怕啦，好啦，好，啊冇你講下。哦，計起啦，阿公。有谁哦？静静的吃的哦。嗯。阿公，本來可以下好冇？好啊。哇，要開咧！我2090斤元。做乜嘅行啊？你用同埋出去啊，好冇？好啊。你好，在做乜嘅？頭家，請問一下，一台儲水機可以多少錢？你用個儲水機啊？做乜嘅用嘅咯？要唔可以廢係啲儲水機？啊，乜嘅呀？唔會壞嘅儲水機哦。同時你用就會壞，唔掂喎咯。頭家，要安尼個去失敗嘛？個好嘅咩？一台喺日本進口嘅，真貴哦，啊，品質真好，真耐用。不過一台9500元咯。9500？錯㗎，9500。唔買又做乜嘅呀？我講500元咩？哦。咦吼，9500呢？啊，很貴哦。哎呀，咁冇辦法，差很多錢，但冇辦法，唔用個神啊，係唔抵啊。沒法，你好吧。哎呦，唔係嘅投入咗就抽9500元。係那錢哦，唔做嘛，幾條愛買pom布嘅喏。喲，又唔抵，你冇睇有冇休嘅？阿老依個時間就愛儲水，冇5分呢就會慢出來，到時間5呢就會走槍槍，反正冇pom布嘅就做唔得啦。哎呦，休嘅很麻煩哦，外國都有一個開水缸就好誒。你冇休用啦。唔過唔用嘅唔係㗎，把自家買就好嘅喏。我所以看到佢有困難啊，所以我想去睇頭家睇書啊。呀，睇起來唔可以查啦。唔過啊，我哋去填詩意，一按聰明，一定會有辦法的啦。不過如今唔得試嘅。日卷遺留喺台灣嘅寶倉，民間盛傳有4個重播店，相傳家族身上為可能賣寶嘅地點。是，我哋出來意料。出來意料。好，No problem。
最出名。同埋讲，某个方法做得出9500元。so many。我哋咪16歲可以便宜上天工作，1點鐘佢創100元。啊，玩電機行人呢？唉，有錢唔真係改動呢。錯噶，我阿公做運也唔辦呢，農村幾間遠哦。喂，我冇記啊。你哋有聽過王健嘅故事冇？忘記。你睇上都冇見咯。我同你講，我看書好寫嘅啊。以前日本人我離開台灣嘅時間，就留下了一些王健呢。真係有假呀？當然係真嘅啊！機場炮台，嗰邊有人睇嘢，總統府附近沒有人睇嘢，全台灣都睇全部呢。真的嗎？當然係真嘅啊！你想看啊，日本人按多王健，因為做得全部帶回日本咯，一定有一些是留喺台灣。既然會留，一定會留喺熟悉嘅所在。我哋想哦，一定就睇嘅。到底睇哪啦？加講啊！當然係我哋嘅片嘅神沙啊！你想看啊，日本人喺台附近，一定就喺嗰邊冇錯啦。誒，粗河有道理呢。你看，一下忘記幾好價呢？1500、6000呢，啊加起來10000人呢，可以買幾多呢？粗河。係啊，唔過，假使讀到日本貴用嘅神哦。日本貴。喂，幹嘛個東西啊？哎呦，都嚟聽啊！加一聲啊！冇咩啦。你睇下問嘅咩啊？家東神沙。你聽過一個歌台哦，以前是做網上的，你想，一就在上面。哎，坐定啊！有啊。這邊。我借一下，咩啦？也暗啦。嚟。驚！貴貨，你又唔好亂講啊！貴，我甲講貴只係一種唔錯嘅感覺，係因為人類今日時間上出嘅，冇看。真係講到貴貨嘅呀！唔能吵死嘅，冇人睇場啊！也沒貴。哎呀，今我做回家。你貴啊！啱唔啱嘅？人哋喊貴，你喺邊做乜嘅？我喺神沙一王健呢，喺講唔掂埋睇難喎。一王劍，唔能談乜你講，有邊有王劍嘅？我講雙寫啊！以前日本人都喺台附近，我哋想哦，呢個就睇嘅。個拜託啊！一下都民國多年咧，啊！就算有，你早就本年業走啊！原來做出嘢個呀！錯啦，唔能談乜咧？一王劍，我睇過唔起啊，做乜嘅啊？咩啊？你講的是哦。個點啊？唔是唔能管。走，
对呀。你这样啊？是，你都乱讲，唔捌个忘记哦，你骗人呢？我又没故意嘅。唉，这上课内嘛个批方法吧。哎，你两个过来看啊！有嘛个好可能哦，爱妒忌的啊！诶，呀，总系买个东西啊，从本年万毛呢。 2万元，屯阿坤路卡买pom铺的，换成1000多钱，可以买1000多4个东西哦。诶，错哦，会利用，是我哋去参加吧。不过是一个好做的比赛呢，万一这个过准呢，你两个敢有这个？冇。古说啊，人的机会是太特大的，啊，这。是，唔是看样会滴喏，讲某一天也能够厉害哦。系啊，我记得牙齿嗰出要9教嘅谈位，我哋去接看下好冇？牙齿的，好啊，阿坤，让你走。你讲洋葱油钱是蚵仔煎呢？做对，那个钱拢要全部拿来练习，安尼喊做投资。好啦，有钱可以买啦，可以。老姐，老姐。加油啊，阿坤！加油！打迄个装满鸡咯，这种来咯。你有钱强啊，偏爱强嘛。这种来咯。操你信！还有刚才那个表妹有问题咩？身上那些装个鸡啊？当然会啦，呀，接 Q 的啊。阿 Q，阿 Q，是阿姐。 哎呦，安厉害哦，打了一个板，两母猪还没发呀，安厉哦！哎呦，唔好吵，马个世界变得厉害啊！你有参加野球队啊？俺哋咩下叫攀球勇甲比赛嘛？当然的啊！哎呦，王金勇，我搞野球队的咧，就算我哋练习，也冇法度量啊！操啊！伊安强又安厉害。系啊。你唔好让人艺术中去啊！平均好球的总度，卡达又出现呢。妒忌的过球的卡达，甲所有做得看到的东西都吞落肚。为了救本卡达足州的村民，代表勇气、尽心同智慧的3位勇者结天合作，行上了修炼的路途。 还有呀，5枚我顿饲料吼，拢鱼加咯。我姊妹哦，俺叫伊攀做诶，俺上伊听书哦，穿20钱咯。还毋过呀，佮穿的钱，好下去。顿阿群做下好去的注册费好啦。哎，你讲啊，你阿片啊，真是咧当发拍诶。俺差半日到迄边的时节哦，鸡蛋还跳出来随便接诶。 哎上，做得训练鸡蛋吼，像可以做着用来表扬诶。
公無熱天，係做得哦開放然後嚟參觀呢。做得冇啦？好啦，做得啦，做得啦。安尼嘛，小妹嚟讀書本呢咧。也今日迄落雨哦，我哋咧出水冇大端陣會唔拉呢？熱天會順利啊，唔是死了。我看要會聽書。你看，同時你強用誒，你老婆當聰明誒。阿坤咧，你係望水泡啊？哦。你按壓唔成水咯，聽早晨沒有上課啊？我們好熱咯，尿啦。哦，家去學啊，好水冇佢按壓。你錯吧？唔會打野球嘛？凡事有打過啦，啊唔好千里開到去。係哦，家我哋冇卡有野球輸立嘅嘛？野球輸立嘅，野球輸立嘅，野球輸立嘅冇，啊唔過球會有粒。真的哈？係啊喏。我去請我看。哦，有野粒，孬。哇，有會有喏。哎，我條擺參加報紙嘅初獎出到哩。哇，家野粒球做得尖嘛？呢啲叫唔貴啫。家野粒球係做乜嘅呀？粒球嘅，啊錯，粒球嘅有神奇嘅力量，唔知有乜嘅事情，對佢發現，佢馬上變勇氣百倍，乜嘅困難都可以通過。真的哈？我乜嘅世界變過啊！好啦，冇覺得你按希望哦，下擺考試你成績進步，我都送本。真的哈？一言為聽哦。好啦，冇問題啦。好啦，家境啊，你好，講我啦，你好，什麼嘅？哎呀，為什麼嘅啦？為什麼？1、2、3，走。很棒啊！诗意，哦，又是你哦。陈思韵，你又拉错了，你都不认真。好好，那注意老师这边。那老师再讲一次重点，望春风的第一个小节的第一个音是1拍半，所以我们的弓要拉长一点。诗意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可以，好，那我们再一次哦。好，来，1、2、3。诗意，有冇嘅事情哈？冇啦，唔看起來就有事情啊，有你啊？先生，嗯，你終於來做事來呀？你做報告啦，你可以同我講冇？
我中意过无运动嘅事来哦。这些吗？当然系真是啊。你爱做运动啊？野球，先生跳白，真好看人打野球诶。我呢，韩世嘅世界，都会睇福建教，有嘅泰国，接球，真厉害呢。野球。妈，你来棒球团来，输到袂停来听哦。我撑腰啊，慢些些些哈，爸爸要便宜夠高哦。嘿啊，都来现来。我嗰餐表喺面床腳下，以前看下先。哦。你看到嘛？有。哦。阿公，卢卡有球的吗？哪个球？野球的啊。哪球呀？有哦，在电轨的中间啊。电轨？哎呀。有冇？有看到吗？有。也挺好的。比赛开始。哦，啊，就讲这球的无简单咯。唔怕，再来一摆。嘿。哦，唔敢去嘞。哇！哦，到底要接球的无咯？这做乜嘅咯？这按我做乜嘅？哎呦喂呀！哎呀，笨咗咯。反正啊，你用反正可以有。好識咩？这个还可以的。很好識的啊。誒，唔咩牙縫嘅嚇？阿爸，你叫過來啊？冇啊，我即個同學有了解啦。有人做咯，阿爸阿妹佢話過來冇？冇啊。冇，係啊。你個同學了好冇咧？要冇個你同學了。我還有事情。有樣嘅啊？啊，你啊。好。嗰天哪有？幾萬人咯？一陣冇關心意，咁隔壁連出嘅牙縫嘅呀。哎呦，安排喲，你唔是的喲。佢特別打球打出有名咧。哎呦，不是過來喲哈。嗰天哪？我就啲这野球困難嗬。係啊，接唔準。錯噶，不過就都拼人盧卡用加上咯。喲，今日身上那邊跪下。嘿嗬，有野球輸啦唄，今日野球先輸，你下來去張講。一條走平的路。好圈路，真矮啊！
杨仔，公买一起了，买起了。你要做乜嘅啊？嘘，要接球诶。安尼好哦。哎呦喂！哎呀，你做乜嘅啊？哎，见贵的哦，有迄两层呢，做嘛个听人啊？太哥，你睇條樹，阿貴你可以衝無？还有用的，有一件事情希望拍通。拜托人做嘛个？当然是大家球的好嘛。打野球，打嘛去野球，做嘛个？唔係發生幾多事件啊？人都在做嘛个？我哋想參加球強甲比賽，唔使講我哋用嘅接球嘅手號嘅。球強甲，唔錯㗎，泰國人佢要嗰陣呀，一天會搞翻外邊嘅啦。泰國再一個禮拜人就會比賽誒。剩伊禮拜六。嗯。啊，練習咩冇嘛幾用啊？扶唔擦啦。係要泰國，完全變用地府唔襯咯。我真係唔想放棄啊！泰國唔講人哋呢番，阿佢一路講就唔驚你咧。唔驚迄個。錯㗎，阿公伊不卡出了一些問題，需要也比將根本嘅爸買捧布嘅，無伊就不卡出嘅破產，我一天還會無好輕呢。泰國唔肯地看阿佢流浪街頭咩？又很遠，又冇東西食，人又想嘢就拄唔掉誒。你用嘅啊，冇講一聽洋葱啊。係就係好啊冇講洋葱時，你用會上心咯。也咩唔係做唔得啦。誒，安尼泰國你就答應咧嗬？好嘢，講好啊！我難阿坤盧卡要叫嘅哦。哎，我冇答應。唔講嘅。好啦，唔好難啦。我嚇死你！阿坤啊，係我要記得咯。哦，好㗎，一定要記得哦。拜拜，你先走咯。拜拜拜，拜拜。好，冇問題。12日、23日，好，一天。好，謝謝。阿坤，阿妹去哪咯？我去圖書館睇下嘅資料啦。做乜嘅重要吧？可以幫我看冇？我問一下係幫我先上去下。剛下啊，準備吃飯了哦。哦，我哋。為了大讓太怪樹較大，就愛造行會發光的儲水機。造行的秘密就喺日本人嘅神沙地圖。上面用炸許多神沙，沙拄到的一位足能開食的鬼。
诶，有人人家你是最好的啦。好，来，哈，上海团去这阵，是唔得靠感觉。协调性很重要了，就是抬脚、跨步、转腰、转肩膀，总之呢，不足看点目标啊。伊迄咪乱讲，来通讲要把这家人，要把手接好，要把这家人互关主题求低度，安尼喊做一球一分。哈，零分，啊，这出你唔足毛亮诶。哎，红的亮诶，莫吵啦。恁倒带有咧谈无？唔过来，过来，这开始。啊，厉害哦！阿坤，会哦。厉害诶！哦。诶，迄个啊，你只咁粗哈？改好，啊，像安尼含记得啊。不过这家己哈，不一定要丢那个旁边那个也都可以丢丢看。来，去看啦。有也还蛮有天分的嘛，啊！哎，你真是上了样嘛！来谈讲哦，你咧求生意志哦，係你最顶重嘅武器。不过，其实要搞个事情，你唔係你一年纪應該少吧？吼，人講太過，唔知啦。其實小朋友嘛有真多煩惱的啦。啊，小氣啊！免亮诶，今日練習。好，来者。啊。我看你拢足认真诶，足拼诶。啊，毋过最近表现拢无介理想，球团已经对你有意见啦。我嘛足想要甲你留啦，甲你当做最后一个机会，较拼诶，知无？知。可以啊，你安尼欠袂使，啊，放球点较头前，放球点较前，较头前。嘛是拢相像诶，安尼欠明仔载要怎生活？帮他轻松啊，方便吗？帮他轻松啊，我调整一下就好了。哎。啊！那边讲。加油！去看他打给片的迄个好无？打黄金玉，唔像伊迄黄金玉。哎呦！哎，陈思怡啊，迄个用面哦，可以发生某个严重的事情。他人通常是拢几多烦恼嘅。其實嘛唔會講出來，就會見人見法。做乜嘅一條冇講出來呢？講出來按簡單就好誒，迄需要過太容易咧。容易一點冇咩。來他講，人哦，
热咯就热无，嘛个事情哦，侬暗时心肝肚无讲出来。哈，咱安尼永远做生意的好诶。无法。爸，幾落誒？好，阿公過來啊！要明日亂啱咯。同同學出去下。哦，好啦，跟成日成日。家阿爸唔望你去咩？阿爸，唔望你去咩？好啦，我等下輪你去啦，你先去啦。來，你用個手咯。媽，爸用誒我，有幾耐幾煩我。爸哦，我希望落水啊。係啊，不過，那係真係落嘅按用個神哦。冇辦法啊，係真正發生嘅話，就想辦法解決咯。不過見面人呢，今日本人該擔心呢。係啊，我拜睇風來哦，後來出去潑水，當我簡單要睇唔出安尼就係啲。所以是嘅愛發講嘅儲水機，加水儲血，安尼唔係就唔係本卡大適合咧。啊，嗰呢？你講乜嘅儲水機啊？哦，冇啦，我睇過，不該重要啦。媽，我先去下戲嘅哦。冇走咯，食飯咯。2萬元。哎呦，你做乜緊啊？我睇恁信用的建野球的啊。哦，醫生數，食飯咧。4塊小時500。时面对自家感情，so 唔知。是啊，俺叫遐呢，幾多樣嘅啊？有人你冇媽媽談過那先咯。反正唔得啦，反正好冇一叫，還有現在幾難啊。係啊，冇勉強啊，有興趣個重要啊。真诶嘛讲诶啊，唔迄啲哦，到底係嘛年錯呢啊？唔知呢，我以前嘅感覺貴貨，我單到起嗰個生意。唔係呢啊，我弄對幾片貴呢。阿婆姐，我哋落去幾片冇錢好冇？冇。韓國幾片有黃金，哎呀！是，你有你冇？先生，所以你身體唔爽快哦。也係唔嘅咩？唔係啦，未錯啦。也係唔愛心本捱啊。
是，多唱，先生真欢喜。姑嫂见不过，先生已经有中意嘅人嘅。冇免太多啦，行回去哦，拜拜。拜拜。陈思怡，用来喏。哥哥，你看自己的世界玩我精神哦。冇啦，用没啦。我会教英文的林老师，已经有教一个年。啊？所以呢？所以俺无未来，俺也还不足钱一片路。哎呦，陈思怡，莫谈安聪明。做哪个喜欢先生哦？对啊。你想看电台的世界？电台的世界，来咯。啊，这世界先生变乱红，要加一起。啊，会吗？哎呦，加法拢唔爱咩？咱14吼，先生20几个，啊，第20岁，啊，先生就40人了呢。阿妹学的，这毋就比俺妹搁较老。错噶，还加位个好。拢迄唔提讲，最后就冇有加意见嘅。俺那妹，俺那好事读书啊。我不敢讲。哎，九棒哥拿冠军有2万块，你们想怎么花？我晓得，天嘞。拜托，当然是要拿去买电动啊，听起来很不错。等一下一起去逛逛好不好？好啊。快点，还没有一联系的。阿哥，你用的突然停下来喏，真危险呢。我发现我有咧读书，表妹无卡进电来，你先过去。哦，开始了，出国一到1就要比赛。哦。好，钟阿你啊，手要红来，像射飞镖一样，接吹，再吹，哎，练习一下，错，加油啊！会，抬血，自己加油哦。对啊你，继续练习。起来，加油！不会哦。加油！抬血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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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俺们，加油！加油！陈思怡，最迷一战，上！哎呦！哦！对，加油啊！係個，怎麼嘅？你都話佢冇咁唔好。唔會難乜啦，進步啊！像今年考起來，個怎樣啊？係哦，喺人教練教得好啦。唔做嘛該向人教練啦，同我就怪奇怪。anh này vui nó có mày tay à kiểu tốn nhà hình cầu liền à 好，現在呢有你很，
错个泰国啊。做么个要打野球呢？上我去打职业野球无？唔好黑白讲啦。今日练习，我拿到冠军，就冇回来见啊，对吗？咦？阿快。啊？啊，菜是金的。你要做乜嘅？我跟阿爸讲，野了球的有神奇的力量，唔知哪阵时对其信念，在名气下就会充满勇气哦。为了感枪，讲爱打野球，就证明一下咯。哦，阿康，我哋来比赛吧。好。杨家人，我变厉害哦。加油，阿康 C， 加油！哦！加油！练好球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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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三振破球！啊！你太累吧？还可以吗你？我爱哪的？我翻贵院就啦。家家人家咩？杨美接都接。云溪加油！云溪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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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美一球！哦！啊厉害呢！哦！再来！救黑你！哇！我给救黑你！泰国嘞？唔知咧，我唔记得咧。哈？用嘅毛线唔是嘅，轻松贵哦！哎呦，按阿妹莫讲诶，这班最贱的咯。作为一部独特的小清新青春爱情喜剧，《王女恰恰》可以说是为观众首开了2013年的荧幕奇幻初体验。那紧接着是职棒消息了，近来伤痛不断，几乎没有一军出赛机会的投手王建锋，前阵子才被球团选为保留选手，最近却传出了受伤的消息。球团发言人表示呢，王建锋已经缺席好几天的练习，也一直联络不上，目前仍旧下落不明。家人担心受伤的他会想不开。以下是本台记者。原来泰国係野球選手哦，怪唔得佢咁厲害。做噶，不過伊明明睇影片，做嘛個電視新聞講伊唔見迄人哦。我沒想的鬼球，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解釋一個事，但係我唔敢講。哎呦，陈思怡，你青頭人哦，發毛講到一半啦。唔知我電梯擺見到泰國去睇那片冇？神沙啊，用嚟下。但唔感覺鬼奇怪，嗰片平常時就冇人放棄，因為泰國要睇嗰片，而且想哦，泰國早就死hết咧。冇人講，那我哋用會看到伊哦。姑嫂，伊真係係貴哦。陳思怡，冇人講呢，泰國叫腳啊。媽，你講貴伊天冇腳，強死伊就有腳啊！我咩冇想去相信啦，但係一下想起來，泰國嗰度動作攏幾奇怪。唔看，初本伊講啊，定會打野球，伊就唔見係咧。冇睇過啊，天人要天鏡哦。而且想哦，泰國一定係新名派來教我哋打野球嘅，一下伊任務完成咧，我哋一定會送伊過去，冇伊手尾。個我哋用嚟做咯。哈？
你啊，有时有对无？有迄有啦，毋过无毋过的啦，迄管系统内底咧生命安全呢。好啊好啊。太公，多谢人讲那件大野球。侬骗我个，虽然你是咧考常过辛苦，但係外面幸福的轨道，外面一定会样的。太公，一路好行，也加退保险，也有工作的，请好是讲，唔是迄就好爽了嘅。搞鬼呀！哎呦！我先帮你把我付钱呢。啊。这350块米路。唔知是几闲呢？点点人咪路爱全部是种诶？就过来了几年，哪有暗下嘛？问题係唔嘅手機都唔接啊！按你眼行落到發生乜嘅事情？我哪唔趁下電話的嗎？都搶我，梗係眼唔放棄嘅，見打。阿無能唔會接嘅，佢乜嘅時間愛過去啊？電工妞啊，條文本教你買，伊講最近公安搶家嘅。不過一擺過來，咪咩啦青島，出嚟繼續打球，係我俾頭做得行吧。講起來，唔係啲阿 V 開始嘅哦。錯啊，不過全條牌全部冇響用嘅，還記得佢下一順要係用部嘅。雖然看起來冇乜強用，但係我呢係睇阿 V 啊。錯啊，麻煩鬼，嗰一片，如果有人叫，一過來就俾佢殘掉。我係唔敢講，小學畢業就辦部嘅，幾時捱起腳都冇事。叫我乜事？麻煩鬼。安尼基本年出5連球的哦。係啊，睇色暗暗的，還有你哦，聽講要10點哦，冇睡過頭哦。人家唔會咧，聽講你暗重要，腦中想嘅我就放起來嘅。唔講嘅哦。阿哥我哋先走嘅哦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
但係呢有人約我嚟看嘅，也係落雨都麻煩嘅。唔係唔見他，唔會落水啊。係，無緣嘅也有可能會落雨呢。今日負責行水位18個呢，我今日要不要個有劉長強哦？是上岸到，錯啦，天公熱哦，我要去解放熱盡，因為請人來聽書。唔是啦，我即家來如何？今日我有個前場公園咯。去結天哦，你出夠做得哦，閒係天公熱我食唔去。可以啦，冇事啦，你放心啦。新赛季让上位勇者的能力大大增加，最尾同卡达面对面决战的时刻来到的。面对等于强的卡达，他们必须要用全部的力量，也无一定会打赢。但是只有不断打拼，拿出勇气，才是唯一打赢卡达的方法。阿妹，我9點半呢。九公嘅嘅比賽已經開始誒，3人組嘅獎金有3萬元，兒童組嘅冠軍有2萬元，3個人對決，大家好好地努力到。阿妹啊，嘿。阿坤呢？唔知咧，佢出冇啦。阿坤用咩啊？冇片啊。阿坤當然用咩咯？好。來，我不注意去了哈，我不把刀要。我冇事咧。唔過也冇留去了，仲會冇留去了，我試驗呢。叫佢通打下來咧。聽我親哦。最後一毛數幾嘢呢？都大氣了㗎。唔上本家吧啲。知我睇書冇？我終於我唔同你講咯。費事啦，我真唱嘅啦。你哦，阿康，唔該曬啊。你用上用問題呀？
叫佢嗰啲比賽馬上要結束嘅呢，唔係話去教佢去比賽啊！啊，又有啲小朋友冇人向我注意對好冇？好冇？伊睇飛啥嘅啦，我哋係喺地下看好啊。注意對都去嘢㗎，要比賽要結束嘅喲。今日邊度拍嘅？你唔比賽咩？就不用查了。快運動啊！來，準備，檢查。哦，夾啦來咯！馬上會結束咯。加油！加油！太死了，我后耶，太死了。冇事情啊，咱2万元呢。哎呀，到底有几多高中生来比赛儿童组？就算我哋参加，也无一定会赢。不过，迄个练习的研究，我真係感覺到佢廢者啊！哎呀，啥物講呀嘅？阿坤你佢本陪我個啥哦？你有哈？那工作去採訪一個學士。嗰學士哦。冇，我哋即刻做，即刻買。唔過，人哋會識，唔會做。冇，我先冇去學機械呢，我把錢全部交俾阿坤。哈，唔本阿妹啲唔就差呢哦。唔怕啦，你2個嘛講係睇書嗰度嘅啊。哎呦，冇要緊啦，我哋當想辦法就好誒。錯噶，就像讀嘅時間就20，一定會有辦法的啦。你用，你一句話講嘅實在太好，其實唔讀嘅嗬。不怕黑的哦。那一個啦，那個，那個。錯噶。冇唔該啦，那下啦。應該判判應該神哦。冇上機啦，我哋學意思講了，一定會有辦法的呀。哎呀，我哋兩個上啦。哎呀，來，我哋去算阿公做一包嘅。先去試一個路卡。阿公，搖擺誒。哦，搖擺，好好，你這坐。
松较高一点，到这里，你看，来，哎。上尾用炸经过10000的大壁后，水面再现出储水机，将太怪树较大做下，未救出本意作济的村民，用撞下重新恢复的和平。虽然有一日，较大有可能会再归来，不过我哋唔会惊。阿哥，我哋归你诶！好。哦，你要按慢呐。因为只要我哋团结一心，永不放弃，就一定会寻到解决的方法。这个脚非常的熟悉。找到你了，找到你了！你别跑，你别跑！啊，我来了，来，拿着。好可怕 ！S 减 S 1，开1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大家好，我叫邱玉华，我来自屏东县内埔乡。大家好，我是赖丽蓉，我是从屏东县的竹田乡来的。我姓陈，杨少爷。为什么要变公公？我姓陈，名世义，我从竹田来的。相信我，没有那我们就给他去。好，我回家一定把相机拍下来，播上网。这怎么画啦？我甩了你了，跳啊！缘分吧，然后结果不知道怎么样就被导演选上，然后结果最后被导演抓去拍了12年。我真是笑死了，你笑死了，笑死了，真的太厉害了！我不管怎样就不要去在大庭广众这样输死了。哎呦，大爷你很多马哥哦。我是陈思义，我最喜欢吃黑尾鱼。所以呢，你不要吓我，我很胆小。你是想到我啊？你听我有看法的啦，
哎，草莓，开始给你吃你。又冷又饿，没有东西吃，我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了，2件牛排，我们吃牛排哦，平常2000元。又冷又饿又没东西吃，我想这里。不给钱呢？你当初都按多少钱？之前我还以为演戏是一个简单的，什么都不用背，原来要背剧本哦。尤其我才是初学者，竟然被导演选上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唉，以前一直没会走你。可以。以前日本人会离开台湾的时间，常常留下了一些忘记哦。全台湾都是这情况呢。是的吗？所以我们最常纠正你的是什么？最常纠正我的是，最常纠正我不专心。来体上哦，一天就体假。哎呀，也无应该好假呢，你看1600元。有道理呢吼。就会款的林医师安尼紧拿，还有那么中庸的风景，安尼。仔细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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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然会惊喜啊！两个都是大胖孩子。2万元，趁阿坤买丰富的拌成青多钱。唔是看用的电脑，讲某一天还能够厉害哦。好啊，阿坤，走，来去再走。我原本以为只有一个导演。原来有2个导演，我原本还以为阿吉导演是女生，因为她头发留得这么长，因为我还以为是1天就拍完全部，隔天就上市了。可是和邱玉宽都很照顾我，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。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的会鼓励我们，想要这12天重新来过。说几点11也不饶人，岁月不饶人，时光飞溅，该来的就来，该去的就去。这么冷血，你是冷血动物哦！我竟然被告上冷血动物这个污名。你还不算冷血，他更冷血，什么话都没说。我更会说客语了。耶！那还有什么？也更可爱了。经过了这2个月，你们哪一点比以前的赖依荣更好？更 man 了。我没有哭，我只是流汗。不要哭。我是很认真的跟你讲这件事情哦，因为你12天哭了至少6天。你以后遇到困难会哭吗？不会，明明就你要依赖别人吗？不要。如果这12天可以让你学会这件事情，那你值得我亲你一下，知道吗？来亲一下。
我数到3哦，1、2、3，action！亲肚子啊！换一个。久一点。加油！